高中甲高校啊有一种学历检测，各院区会使家己决定敢要参加。台南市位置2011年开始有实施，学生的成绩若排伫咧尾啊30%，学校的老师都爱和辅导团来观察上课情形。有真侪老师反映讲压力实在是真大。 投诉拍开系统看试验结果，要了解学生对一个部分较袂晓。这是今年学历检测的结果。台南市教育局110年针对国小3年到国中2年，特当做一摆测验来检视学生的学习成效。其中成绩若伫后壁30%的学校，地方来做辅导对象，老师得互辅导团来观课，煞引起讨论。其实嘛是爱考量到学校的行政作业，有需要迄个接受辅导的囡仔，莫用强迫的方式，互这样代志会当愈弹性。我感觉那是如何啦？ 对老师跟对学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。为什么？本来在分配学生上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特殊生，一定会把整体的成绩拉下来。用这种捞数据的方法来制造校园里面的一种恐惧恐慌，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政策。 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日前嘛发起联署，针对这款政策，台南有4600个老师拢反对这款做法，感觉压力真大。甚至有学校为着要提升成绩，互囡仔一直写公马题，因批评这是咧行回头路。工会理事长讲，学生成绩歹，因素嘛包括家庭甲社会等，袂当干那拢怪罪乎老师的教学方式。可老师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反弹？是因为老师的观课，其实在法令上是我自主性的认为我教学需要成长，所以我才来观课，而不是教育局认为你的教学出了什么问题。希望学生囡仔的学习的表现会当提升，啊，要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，所有老师共同来提升伊的专业职能。那这部分是教育局诚心要来做这件工作上原始的目的。教育局回应，并无强制要由辅导团安排，卖使家己邀请校内外专家老师入班观课，通帮助改善教学。嘛讲后续会参学校加强沟通。高三工会建议，教育局应该甲专业见识的自主权交予学校，互因选择上适合的进修方式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